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午早！感谢上帝恩典，互咱搁一摆踮伫主日的清早，咱会当三甲踮伫线顶，咱三见面。如果你若是头一摆来参与伫阮东门巴克利纪念教会的线顶礼拜，嘛欢迎你会当踮伫阮下面遐有留言区，你会当留言也是有新朋友，你会当家己阮介绍一下，互我会当有搁较侪的结连，嘛有几项事务继续来提醒咱，期待咱嘛来做伙来斗相共，包括订阅阮台南东门巴克利纪念教会的频道，安尼踮伫每一摆有线顶的影片，也是直播的时阵，咱拢会当看到，所以会记你订阅，然后开启小铃铛，以及按赞分享，互咱身躯边每一位兄弟姊妹，互咱虽然踮伫无法度有实体来做礼拜的时阵，但是咱通过分享，会当继续将上帝话分享到每一个所在，无论踮伫 Facebook 也是踮伫 Line， 咱会当使用无共款的方式来做伙人分享上帝的祝福。咱阁有几分钟的时间，准备要开始今早起的主日礼拜。愿上帝陪伴咱的心，也通过咱搁一摆踮伫主的厅内面，咱三结连，咱继续领受新的气力，咱也继续踮伫这个看起来充满挑战的时代，来行伫上帝的路顶面。所以搁一摆，我需邀请你，咱有一段时间，咱陪伴咱的心，咱嘛同齐来祈祷。主上帝，阮感谢你的听。感谢你引带阮，互阮众兄弟姊妹伫主日的清早，愿当来到伫你的面前。愿主你安静阮逐人的心，陪伴阮，互阮伫一切的敬拜中间，愿领受恩典，也陪伴阮每一个同工，互阮踮伫服侍过程，也愈看到上帝你甲阮同行。愿主你继续引带阮头前的路程。同齐祈祷，靠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好，请咱继续陪伴心，会当分享咱直播的连接到伫每一个咱熟悉的人，也是咱的群组中间，咱做伙陪伴心，有差不多5分钟左右的时间，要做伙来敬拜上帝。
就用感谢入伊的门，用学乐入伊的院，就感谢伊学乐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咱三甲用圣诗第315首，天父恩典真正大，来感谢学乐天父，请起立。徛伫用许多圣经来宣告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场彼勒多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入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下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信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启应文第33篇。诗篇139篇，我来刻，请兄姐来引。上主啊，你有监察我、捌我。我的一举一动，你拢知。对前远，你嘛看袂出我的心思。我行路，我休困，你拢在看。我的所行所做，你嘛拢知。上主啊，我也袂归碎。你已经知我要讲什么。你伫我的前后照顾我，你亲手保护我，你的知识遐尼奇妙，遐尼关心，超过我的了解。去倒位我才会当多比比，走到倒位我才会当多闪你。我若爬上天，你伫遐；我若落阴间，你嘛伫遐。我若飞到日出这边，也是去到日落迄边。就若伫遐，你的手嘛袂紧带我，你的正手嘛袂扶持我。我若求黑暗甲我藏起来，叫暗暝甲我遮早。对你来讲，黑暗无算是暗，暗时亲像日光遐尼光。对你来讲，黑
黑暗甲光明拢共款。上帝啊，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了解。你的心思实在袂算得。我若要算，比海沙较多。若算袂了，嘛袂当透彻伊的奥妙。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考验我，知我的意念。求你指点我，互我无歹所行。带我行永远的道路。同心祈祷。亲爱的阿爸爸，你是尊贵荣耀的主宰，阮要敬拜你。你是阮的关台，阮的石盘，是阮的避难所，阮要学乐你。上帝啊，阮真软弱，常常犯罪，求你照你的慈爱怜悯阮，求你丰盛的慈悲擦消阮的过失，将阮的罪恶一尽洗除，洗清到无罪。求你创造阮有清气的心，互阮内面有换新正直的心，互阮真做你圣洁的囝儿，得你的欢喜。亲爱的爸爸，虽然阮身躯无亲像保罗有刺，我嘛求你定定提醒阮，毋通过度追求这世俗的美、世俗的价值，得去追求袂会败坏的永生的道路。阮的年月拢是主赏赐，是宝贝的。阿爸爸，你是阮性命的主，求你互阮过着敬虔的生活，常常思考主的话语，关怀亲人，关怀足久无见的客友甲朋友，嘛邀请因参加礼拜读经小组的分享，斗阵成长，斗阵生活伫基督的厅内底。主啊，伫现今的疫情也未真正好转的即时，求主赐阮平静安稳的心，愿出愿入拢有主的看顾甲保守，也求主特别看顾辛苦的医护人员，甲为着对付疫情着无的人，纪念因的付出，保守因的平安。主啊，我嘛想要问，伫安尼的疫情，你爱阮合适甚物？阮生活的方式甲以前真正无共款。迄是时间、空间受限制，迄是收入受影响，迄是身躯有状况，迄是孤单一人心情歹，迄是后一步茫茫无无，拢求主光照阮，求主帮助阮明白生命的意义甲人生的优先顺序是甚物，让阮明白主伫阮生命的计划是甚物。求主赐阮勇敢，互阮所做所行拢符合主的心意，互阮成做主的器具来荣耀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恳求，阿门。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上帝话记载伫哥林多后书第12章第20到第10节。我捌一人踮伫基督的14年前受带到第3站天，迄是踮伫身躯，我毋知；迄是无踮伫身躯，我也毋知，上帝知。我捌一个亲像即号的人，迄是踮伫身躯。迄是无踮身躯，我毋知，上帝知。伊受带到乐园，听起袂得通讲的话，
就是人所毋通讲的。我要为着即号人夸口，若是为着家己，除我的软弱以外，我无要夸口。我若爱要夸口，也毋是讲，因为我要讲真实，总是我家己约束，惊了人评论我较过头，伫伊所看起我，也是伊对我所听去的。佮因为这个启示会极大，免得我过头自高，所以互我肉体内有刺，就是撒旦的使者来拍我，免得我过头自高。为着安尼，我3摆求主，互迄个离开我。伊甲我讲：有我的恩，你就够赢，因为我的气力是伫人的软弱来成。所以我真欢喜，较爱夸口我遮的软弱，互基督的气力带伫我。所以我为着基督，掠遮的软弱、欠缺、困着、困逼最欢喜，因为我软弱的时，反倒有气力。今日老牧师要传达的信息是：甲生命的刺共舞。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大家高早。感谢上帝恩典，互咱搁一摆点伫主日的清早，咱会当来到通过线顶的方式，要做伙敬拜上帝，听上帝的话语。所以咱搁一摆祈祷，来陪伴咱的心，要领受上帝的话。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听阮、顾守阮，互阮点伫任何的环境中间，阮拢知。上帝你的恩典无离开阮，愿你继续成做阮的帮衬，互阮点伫每一日，阮对你的话语得到帮衬，也对你的话语，阮领受新的气力。愿主你甲阮三地地祝福阮，同齐祈祷靠耶稣的性命来求，阿免。伫最近有一个青年人来甲我讲话，这个青年人。伊有愿望想要去投考神学院，所以因为想要去投考神学院，牧师就会问伊讲：所以你到底为虾米有即款的感动？阮就开始咧谈论伊的故事，以及阮嘛开始咧讲：所以你知影现今教会所拄着的挑战无？现今教会所拄着的挑战，无论点伫咱所谓的少子高龄化，也是点伫。都市甲乡村的距离愈来愈大，以及到伫现在，咱拄着疫情的变化，所有的教会敢若会当通过线顶的方式来敬拜，其实这拢带互教会侪无共款的冲击。所以伫咧讨论的过程中间，我甲伊嘛真认真去面对现在教会会拄着的挑战。毋过到伫上尾啊时阵，这个青年人嘛甲我讲一句话，伊讲。虽然这拢是咱知的，但是这拢是外在的物件。我感觉上界可怕的，犹原是人的内在。外在只不过拢是外在的物件尔，总是内在是一寡较深沉的物件，是人的心离开上帝，人的心无愿意活出基督的款式，所以这是较大的挑战。所以这个青年人讲，伊。敢若有一个上大的感动是，伊期待家己的生命会当不断活出基督的款式，正做上帝所听的囝子。其他拢外在的物件，重要的是内在。老实讲，这是一条无简单的道路，听起来就简单的，但是实在要做是真困难。毋知咱会记哩几礼拜之前，咱捌讲到哥林多后书无？伫哥林多后书的中间，保罗嘛一直咧面对一项事，即个物件是外在，总是重要的，犹原是内在到底咧追求啥物。所以通过哥林多后书，咱会当看到讲，这是一段保罗对伊家己灵性甲上帝对话的过程。伫这个对话的过程，伊也面对着讲教会对伊有侪无共款的声音。但是伊无直接去辩驳这个声音，
伊是转来到伫家己的生命中间，一直咧敲吹，我到底要追求的是啥物？啊，期待透过保罗伊家己咧追求上帝的这段过程，会通鼓励整个的信仰团体。教会踮伫哥林多城内面，伊充满侪挑战，充满侪世界价值的影响，看起来是富足，总是有侪看袂到的危机。问题永远无伫外在，是人的内在。信徒爱啥物？信徒爱遐个看起来足出名的人，听起来讲甲足水，讲遐个话足水的人。会当带有吸引力的人，也可能是一寡看起来踮伫灵性的表达方式，可能有会当语言，会当讲侪无共款，讲方言，也是用侪无共款灵性的文字来表达的人，这是信徒想要追求的。到底上尾啊，信徒到底想要爱的是啥物？因要爱的是一个有气力的传道者。因要爱一个看起来就有才调，看起来就有文字，看起来会当完全了解现在所拄着一切的传道者。啊，若是照安尼来讲，保罗伊拄着啥物？拄着困迫，拄着鞭拍，拄着互人赶出。这安怎看？保罗拢毋是一个有气力的传道者，也就是因为安尼，教会的兄弟姊妹渐渐咧开始比较，开始有一款比较的心态。啊，你看保罗生看起来嘛，无迄个人较缘投嘛。啊，讲话嘛讲了无迄个人遐水啊。啊，看起来迄个灵性的能力嘛，无遐个人遐厉害啊。所以因开始咧比较的过程，保罗看到这项事，伊开始咧讲家己怎样认捌上帝，以及家己甲上帝的经验。所以才会讲，若是爱我夸口家己，我会当夸口，总是我宁可夸口家己的软弱啊。伊要夸口的是家己的软弱，为着卖互教会陷入比较的危机。伊伫遮讲有一个人，互受大到三赞天，14年前受大到第三赞天。伊讲有一个人，啊，老实讲，咱读嘛知，这应该就是讲伊家己啊。伊家己咧讲，我是14年前，我受大到第三赞天，然后踮伫遐，我拄着一个真特殊的情景，听到上帝的话语，看到上帝的异象。伊想要表达的是，若是真正要夸口，我的经验甲遐的所谓讲遐的超级使徒比起来吼，一点仔嘛袂输因啊。总是，这毋是我会通夸口的事，我无需要夸口遮的。若毋是为着基督的缘故，若毋是为着福音的缘故，不断去强调讲我过去有啥物特殊灵性的经验，还是我有啥物特别的文字，迄是无意义的。这是保罗所讲的。但是照安尼来看，伊选择的是啥物？伊选择的是一条互人看起来软弱、看起来无遐尼有吸引力的道路。因为遐个人有名声的人替因推荐，啊，家己一直咧讲，我有特殊的经验，我有足侪好的文字会当来服侍上帝，所以逐个人应该爱来跟对我。到底上尾啊，咱会发现，到底一个传道者，伊是要带人来归向伊，也是归向基督。这是完全无共款的。当一个传道者若是干那想要带人来归向家己，安尼可能要展现出来，就是一个看起来就有气力的人。但是保罗知，我所要做的是爱人看见基督。只要看见基督，我是一个什么款的人，一点仔拢无重要。我要追求的是一个讲家己软弱，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我需要基督来帮助我。伫教会中间，咱常常会拄着类似的挑战。咱期待咱是一个有气力的人，咱期待咱是一个看起来有灵性、看起来会当真亲近上帝的人。所以，只要
军队上帝了，咱会不断强调我赢过一切的灾祸，我赢过一切的病痛。所以伫教会，咱常常会听到是啥物？咱敢若敢讲受到医治的见证，咱敢若讲受到祝福的见证，咱毋敢讲歹的代志。所以咱认为咱所信的上帝是一个有愧力的上帝啊，所以我嘛应该爱展现一个有愧力的款式，敢毋是咧？所以前几工咱会记哩无？踮伫圣经学堂中间，咱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人伊听了讲道讲，伊来问讲，若是有一个人讲家己无属灵，一个人不断讲伊家己无属灵，但是边仔的人讲，无我看伊就是明明有足侪基督的款式的时阵。边仔的人到底会当怎样来鼓励这个一直认为家己无属灵的人呢？顶礼拜三暗，咱有一个讨论，伫问题的过程，伫大家咧讨论的过程，咱嘛咧敲揣可能性的答案是啥物？我要提供大家来想的是，大家人一直有一个所谓好的信徒、好的基督徒的想象。咱大家人拢已经踮伫头壳内面足久啊，咱拢有一个对伫一个好的信徒甲好的基督徒应该生做安怎款的迄个印象。所以大家讲伊的脾气爱足好的，伊会当包容足侪代志的，伊会当足认真参与聚会、参与服侍无论做啥物事，拢看起来拢是上帝的祝福。咱对基督徒，对一个好的基督徒有即款的印象。这是一个有愧力的基督徒，所以当伫教会中间，也是踮伫咱身躯边的人，有当时咱拄着困难，也是拄着有一寡咱无法度按算的事发生的时阵，咱正做一个压迫的人，咱会安怎压迫？这个人拄着这一定是伊无认真军队上帝，上帝哪有可能无保守呢？所以咱用这个好的基督徒的一个框架，硬去束缚每一个人，互人认为讲我若是无像迄个安尼，我若是无亲像一个有愧力的基督徒，我就毋是真正属灵的人，我就毋是真正认真咧军队上帝的人。所以咱可能咧讲的时阵，咱已经开始咧想我敢会安尼想无？也是我敢会踮伫无注意的过程中间，我也用即款印象去放伫别人的身上无？所以到伫上尾咱会发现，咱的信仰有足侪的应该。咱的信仰，咱家己有足侪应该爱安怎？应该安怎？咱用应该来建立咱家己的信仰。一个好的基督徒。敢真正是真的基督徒吗？咱所想的有愧力好的基督徒，敢真正是真的基督徒吗？所以当咱教会现在拄着病毒、拄着疫情的时阵，咱拄着搁较侪的挑战，敢毋是？因为疫情的缘故，因为病毒的缘故，咱全部无法度到伫拜堂中间聚会，咱完全需要线顶的聚会，咱无法度照过去的印象来敬拜上帝。咱敢会看到讲，这敢亲像教会拍输啊嘛？伫即场战争中间，敢会是教会拍输啊？教会毋是展现一个有愧力的款式啊，就是那亲像讲病毒来所以咱信上帝，咱全部拢袂有代志。咱敢会看到讲，咱是一个踮伫即个过程中间不断地学习，病毒到底是正面还是负面？毋知影你的答案是啥物？病毒到底对你来讲是正面的事，还是负面的事？除了正面甲负面，毋通袂记你讲，佫有一个动词是啥物？叫做中性，有正面，有负面，也有中性。我感觉病毒无完全是全部的负面，毕竟。伫过去咱所建立的游戏规则内面，咱已经足惯势啊！咱出门拢会戴无共款的面具，因为要踮伫外人的面前，我是一个勇壮的人，我是一个有愧力的人，我爱民主，我爱足侪物件，所以踮
踮伫即个游戏规则内面，咱已经足惯势啊。病毒的出现、疫情影响，造成咱开始过无共款的生活，咱必须爱转来到。我无法度搁看别人啊，嘛无人会看到我。我需要面对我家己，我需要面对我家己。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款的人？伫失去一切别人的眼光，伫一切的你的职业、你的头衔全部拢无重要的过程中间，到底咱是一个什么款的人？包括咱对一个好的基督徒的想象，嘛是建立伫一个甲别人比较的中间。咱家己感觉，我看起来可能比边仔的人搁较好，敢毋是？所以即马连即个比较拢无啊，敢若转来到伫咱家己，咱是一个什么款的人？踮伫上帝面前，咱到底是要追求什么的？然后除了安尼以外，因为咱拢关伫家己的厝内底，咱也必须爱搁较去面对。伫咱身躯边，逐工甲咱生活做伙，无论是咱的亲人、咱的囡仔，也是甲咱做伙带做伙的人，踮伫因的眼光，咱是一个什么款的人？都剩安尼尔，咱无其他的比较啊，都是转来到伫家己的家庭，咱是一个什么款的人？也慢慢咱才会发现，咱敢会当慢慢。照着遮个家己去听见讲，身躯边有足侪软弱的人，无通比较了后，咱开始面对家己，然后嘛开始咧听。咱身躯边有一寡囡仔，踮伫现在即个山顶课程拄着困难的时，因到底要安怎继续学习？也是有侪老人，因也需要人的斗相共，因的生活要安怎过过？也是踮伫都市的中间有侪游民。因都踮伫社会每一个角落，到底因的生命是安怎咧过每一天的？无其他的比较了后，咱必须转来到家己的身上，咱怎样看家己，也看伫即个社会中间真正软弱的人。然后，迄个软弱，咱看到迄个软弱的人的时阵，咱嘛会发现一项事：原来我可能无法度做啥物，敢毋是？原来我可能我所做，拢无法度带来什么款的祝福。保罗完全咧对付这件事，伊一直咧强调，咱毋是咧追求一个有气力的信仰。伊也足坦白甲教会讲，有一个肉体中间的刺，一直踮伫伊的身上。伊讲甲足直接，哪亲像撒旦咧甲伊插咱呢？共款，为着这项事，保罗足艰苦的，有迄个刺，所以保罗足艰苦。伊也祈祷讲，伊的祈祷嘛是，我敢会当追求一个有气力的上帝，有气力的信仰无？迄个有气力会当将这个刺刷开我的生命。所以伊3摆咧求这项事，总是当伊咧祈祷，伊想要追求气力的时阵，上帝安怎回应？上帝的回应是。有我的恩典，你就够也；有我的恩典，你就够也。因为我的气力是伫人的软弱来成，靠着上帝的恩典，这是唯一的重点。有我的恩典，你就够也。迄是上帝的回应。上帝毋是踮伫保罗的身上去展现一个那足有气力，互保罗会当哦，你看。我赢过这个刺，所以大家人应该爱来听我的。是颠倒是迄个刺不断的影响保罗，然后不断提醒伊，免得伊自高讲我无需要上帝，都是有迄个刺，有迄个生命中间的缺点，也是软弱。至到保罗伫服侍过程中间，逐工咧算小，上帝，你的恩典是啥物？上帝，你要怎样带咱行？生命中间的刺是互人感觉就无欢喜。逐摆有拄着什么刺的时阵，咱会看起来都卡伫遐。老实讲，这个刺嘛，甲这个病毒共款，伊本身袂对生命造成什么款的伤害，会造成伤害的是啥物？是每一个人想要证明家己，想要比别人较好。
想要赢过别人，想要互人看见，是因为咧比较，是因为想要互人看见，所以迄个刺才对咱生命造成真正的伤害。因为咱拢咧追求一个望互人看起来有气力的道路，想要踏伫别人的头壳顶，长悬来爬。渐渐伫这个追求的过程离开基督，咱煞毋知。保罗甲生命中间的刺不断地跳舞，这也是伊甲上帝互动的过程，互伊的软弱颠倒成做一个真实的稳定。所以保罗才会讲，我阁爱夸口家己的软弱，哪亲像互家己去感受到基督的能力，逐工咧保护我，逐工咧慰慰我。伫一切的困窘，伫一切的欠缺，伫一切的困难中间，愈感受到什么时阵软弱，什么时阵就真正得到快乐。传道者保罗伊所咧行的路，都是一条咱讲甲基督咧跳舞的道路。甲基督咧跳舞，咱有跳舞就知，两个人绝对无法度做伙向前行。一个人爱向前，就一个人爱退后。伊甲基督咧跳舞，有时向前行，有当时啊搁退一步。伫软弱的过程中间去体会基督怎样带伊行头前的路站。所以这是一条甲基督跳舞的道路，是一条甲家己软弱跳舞的道路，是一条甲家己生命中间的刺跳舞的道路，是一条不断经验稳定，也会当不断去感受到上帝的疼的道路。真特别的经验是病毒就是安尼，那亲像咱每一个人共同经验的刺。伫咱的人生中间，咱恐惊足少有即款真特别的时机，都是全世界的人类共同咧面对病毒所哪亲像一个刺咧影响咱，互咱袂惯势，互咱感觉咱要出门嘛咧足注意的，咱嘛咧烦恼，咱有足侪操烦啊。病毒的出现嘛改变，互咱感觉安全。改变咱掠准讲咱会当掌握的环境，所以这个刺颠倒展现出咱每一个人藏伫生命中间的问题啊！咱每一个人拢有肉体中间的刺，无论是病痛，无论是心内底咱所卡着的物件，咱有足侪无共款的刺。检测是咱自细汉到大汉所承受的伤害。也是咱将来唔愿意真实去面对的问题。长期以来，咱期待通过无论追求地位、追求财富、追求宗教的热情，咱想要追求一个有气力的款式、有气力的外在，来赢过内在的刺。总是咱将来唔捌真实感受到基督的疼。其实无看遐个外在，拢不过是外在那尔。搁较深沉的是基督的疼点伫咱每一个人。所以咱咧讲耶稣疼你的时阵，迄个无条件的疼是点伫咱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迄个疼成做一份稳定，带咱甲伊做伙跳舞，一直咧互动。伫人生哪行的过程中间，哪感受到基督慰类、基督的保护，哪亲像天开的双手，甲咱每一个人揽条条共款。我一个音乐家的朋友，伊足爱弹巴哈的音乐，啊，所以伊对巴哈，伊就家己讲有一个经验叫做巴哈经验。啥物叫做巴哈的经验呢？巴哈经验就是巴哈安怎拼英语 BACH， 啊，所以伊讲伊咧演奏的时阵，哪亲像伊嘛甲即个作曲的人咧跳舞，伫遮咧跳舞的过程中间，伊找着家己啊。所以伫跳舞的过程找着家己，伊讲迄个美是啥物？是比应，就是找着我家己的存在，我无条件受到接纳。
然后慢慢伫即个跳舞的过程中间，A， 就讲 awakening， 那亲像伊家己醒也共款，有一个重新受到即个音乐所掠掉，然后有一个觉醒的过程开始。一开始是看起来甲音乐咧跳舞，但是慢慢伊找到家己being，然后 awakening 开始醒过来了后，会当甲家己跳舞，甲别人跳舞，会当开始有啥物 C creativity， 开始有创造力。踮伫家己的生命中间，会当行出新的创造，创造问题，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到伫上尾啊，发现啥物？原来生命一切拢毋是问题，所以无问题了后，最后佫一个英文字母是 H， 迄是一个心感真悬的 harmony， 真正的和谐。所以伊讲这是伊的巴哈经验。伊安尼甲我讲了，我听了规个人硬伫遐。哦，原来一个音乐家踮伫咧对话的过程中间有即款的觉醒。咱现在敢嘛毋是安尼嘛？伫咱拄着病毒，也是拄着济咱生命中间的刺的时阵，咱有济的软弱，但是踮伫遮的软弱，踮伫即个，互人看起来感觉无气力的时阵，咱找着咱家己，咱找着家己的比应，嘛踮伫慢慢咧敲出的过程中间醒过来 ，awakening， 慢慢醒过来了后。咱的生命开始有新的创造，会当有新的 creativity， 然后最后因为基督的恩典赢过这一切，咱什么时阵软弱，什么时阵就有气力，咱达到真实的和谐，到伫真实的 harmony， 咱已经踮伫软弱中间得到坚强啊！最后咱若是熟悉巴哈的人，就知影巴哈踮伫伊。创造的上尾啊，会写啥物 ？Soli Deo Gloria， 愿一切荣光拢归伫上帝。咱每一个人的生命就是安尼，咱的生命是一条不断甲基督跳舞的过程，咱的生命是一条甲生命中间的刺跳舞的过程，为着要感受到基督的疼，要踮伫咱的生命显现出来，一切荣耀。归伫上帝，咱要做伙来读一首诗。伫一个真大的城市内面，人踮伫遐，挥洒因的青春，挥洒因的热情，挥洒因的才能，为着要踮伫游戏人生的舞台，占着家己会当所徛的所在。伫一个称作教会的空间内面，人也顺从媒体迄个推荐的选点，听从遐个所谓超级书道的谬理，跟从经济挂帅的洪流，好过一个看做软弱的信息，一个无通夸口的个人。伊讲，我应该。为什么夸口？是爱夸口家己吗？是爱夸口我的才能吗？是爱夸口我的名声吗？那真正要夸口，有啥物人会当记载会牢？有啥物人会当赢过我呢？但是，我煞要夸口家己的软弱，夸口家己生命中间的刺，甲家己的软弱跳舞，我知。家己会骄傲，我知家己会惊吓，我知家己会自私，我知家己会贫惰，我知家己已经互一双手所围累，互一份疼所填满。甲生命中间的刺跳舞，我无搁祈求这个刺会当奇迹会互伊煞去。我嘛无搁祈求这个刺会当照着家己的意志力所赢，只因为毋是用权力来停止遐纷扰的声音，毋是用坚强来压迫遐个追求成功的谬理，
毋是用胜利来证明家己的价值。这场跳舞是存在的记号，是觉醒的能量，是创造的机会，是和谐的美好，是巴哈乐曲内面的 Soli Deo Gloria， 一切荣耀归乎上帝。请咱同齐来祈祷。主管来到伫你的面前，管是软弱，但是踮伫你遐，管有软弱的时，管就感受你的疼为累管，管就愈感受你的气力踮伫阮的生命中间展现。主求你伫这个时刻，正做阮的帮赞。当阮无法度过着甲过去，阮认为阮已经惯势的生活，阮会当转来到伫阮家己的生命中间，踮伫你面前，阮是一个虾米款的人？踮伫阮的家庭，甲阮做伙大的人中间，阮会当怎样和谐的生活？也踮伫社会中间，阮怎样看待遐真正软弱的人？阮的气力有限，总是阮知。当阮软弱的时，你就踮伫遐，你就用你的恩典充满阮，你会引带阮行头前的路站，互阮伫哪憔悴、哪甲你跳舞的过程，哪感受到阮的人生、阮的生命，一切阳光拢归伫你，愿你踮伫阮。同齐祈祷，靠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咱用圣诗第593首，拄着七年灾厄为你真艰苦，来算小主的恩典，回应今仔日所领受的道理。七年灾厄为你真艰苦，你到日子是把生命看无路，你所伫的阮所大下想来记，阮甘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主的阮所你的生着笑，主的阮所你甘生。生来记，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有时我愈烦恼得到心乱乱，咬起上帝听叹配是假毋完。你所伫的阮所搁再想来记，咬起就话目起入去太金时。主的阮所你甘生着笑，主的阮所你甘生为了，主的阮所大汉生来记，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想无人有福气坚持大家伙。无伫土开所向天你有出体，你所伫的阮所只阮袂坚持，你爱宝贝尊贵减无空伫天，主的阮所你着生着笑，主的阮所你减生为了，主的阮所。生来记，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所以经过七轮，无论大小事，无伫日子是把上帝应做主。你所伫的阮所照顾想来讲，主的
咱用奉献来回应主的听。咱会当准备一个袋仔吼，甲现金装起来，才搁摕去教会交互办公室。咱嘛会当利用照汇款的资讯来奉献。咱着常常纪念这个代志，奉献咱的心力、时间甲金钱，来回应上帝的恩典，来关怀身边的人，参与教会的事工，来见证主的听。好，各位亲爱兄弟姊妹，感谢上帝恩典，互咱逐礼拜咱会当踮伫线顶相见面。因为咱现在拢一直伫第三级警戒的过程中间，所以咱游园拢踮伫线顶咧聚会。所以嘛，搁一摆提醒咱，如果你感觉咱的信息会当带互人帮赞，伫咱的礼拜中间会当带着人快乐，也请咱继续踮伫这几个时间会当分享互咱身躯边的兄弟姊妹，也是无一定伫身躯边啊。因为通过网络，咱会当甚至分享到伫国外，到伫每一个所在，互见若需要的人，伊会当得到生命的鼓励。所以咱有线顶儿童主日学，已经咱2场的礼拜，以及拜三暗线顶巴克利圣经学堂。顶礼拜因为牧师有收到问题，所以我会看遐个问题，若是有时间，咱会当踮伫圣经学堂中间，牧师会当做一寡分享。所以你若是针对圣经，也是针对咱的信息有啥物问题，会当来做提问啊。牧师袂甲咱，拢是匿名提问箱，所以咱会当来提问，提问咱会当正做一个讨论，无一定真正拢有答案，但是通过咱彼此咧对话甲讨论，咱也咧学习甲上帝的话语做伙咧跳舞。好所以这是圣经学堂，咱所要读到的圣经节，也请咱做伙来准备吼。好搁续来就是咱后礼拜，咱这礼拜是部会周，咱尽量咱的部长就召集咱踮伫线顶开会。后礼拜主日的下晡1点，咱会踮伫线顶开一个两节会，来分享踮伫最近教会的事工。第二项是7月份到9月份，新港讲的读经已经来啊。伫这礼拜中间已经有足侪兄弟姊妹来教会遮来提，所以你若是有需要，欢迎你会当来到伫教会来提。来到伫教会的时阵，你踮伫门口会当敲电话即个办公室，办公室的当工会替你开门吼。所以做遮的报告。伫咱的奉献，咱嘛会当若是提醒讲你有来教会，你嘛会当将奉献交互咱的干事，无论是咱月定的奉献、感恩的奉献，也是主日的现金，你会当几礼拜现金放伫一个信封内面，做伙一个月摕来教会一摆，咱会当做伙来继续分享上帝踮伫咱逐人生命中间的祝福。好，我做以上遮的报告，咱做伙来吟祝福车恳的诗歌，圣诗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愿咱救主耶稣基督，显明恩典慈悲，天父上帝受事大孝，听咱亲像家子，听咱亲像家子。圣神宽临甲咱感动，徛起大人心内，善记上帝甲咱相通，只是到万世代，只是到万世代。做伙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咱得着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常常踮伫咱逐人的生命中间，互咱不断孝念上帝的恩典，行头前的路zan成做正人的祝福，对家到永世代。阿门。阿门。阿门。
袂倒。